如果你係持牌嘅專業人士，抗拒浮誇表演，但又想做到個人品牌，呢條片咧就可以幫你揾到合乎身份嘅專業打法啦。要記住呢個原則，專業權威咧從來都唔需要靠娛樂化去建立㗎。專業 IP 係將你嘅可信任度無限放大，而唔係咧將你變成娛樂大眾嘅小丑。你話啦，叫一個專業嘅大律師、資深會計師、牙科醫生去鏡頭前面跟風跳舞、拍搞笑片，我想講呢啲唔係追逐潮流，呢啲叫做品牌自殺。網紅內容追求嘅係大眾娛樂化嘅注意力，但專業服務追求嘅係絕對嘅權威感。我哋可以睇下一啲真正厲害嘅行業專家點樣去做內容嘅。佢哋獲客靠嘅絕對唔係幽默感，而係花5分鐘將一個普通人聽落好複雜嘅政策變動或者行業常識，用最直白、最清脆嘅邏輯講出嚟，講俾觀眾聽呢件事會點樣影響到佢哋嘅荷包。呢種內容呢，外行人聽嚟覺得好紮實，內行呢就視為專業。專業嘅 IP 內容目標從來都唔係要取悅所有人，而係要令真正有錢又肯俾錢有需求嘅精準客戶覺得呢個人講嘢有條理，又懂行業，明白風險，係值得信賴嘅。你可以講得通俗易明，但千祈唔好將自己變得廉價。菠蘿俾個 like， 白頭佬幫你輕鬆做生意。